左边打鼓贝斯阿力，小提琴手张黎，大提琴宋月，很漂亮哦。他们我们的衣服有特别打扮过的呢，很少原住民表演还要注重形象的。然后他们很辛苦，因为这次的那个巡回啊，我们从短裙变成长裙，要换装了这样。然后每次穿这样出去表演，人家还以为我们在表演那个婚礼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是伴娘、新娘、伴娘，然后我们3个是伴郎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天比较特别，我们今天穿阿美族的传统服，然后唱这首歌，这首歌是认识朋友的时候我写的，这首歌叫《信狗》。